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文字雙胞胎。間文，一間一間的文，一間一間的文，一間文過一間，文到最後一間商店，才知道這一間是最好的商店。間同埋文有咩唔同啊？間裏邊有個日字，文入邊有個口字。咁間有啲咩配啊？房間啊、日間啊、田間啊。咁文呢就有問好、問答、問題。間同埋文係咪好似啊？下次見，拜拜。